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今日7月7日是台记台开始放送甲乡亲见面的日子，伫咧生活顶悬嘛有真侪重要的措施，有今日开始做改变，包括伫餐厅食无搁提供塑胶速供，还有北京公股银行嘛要取消延长营业时间。另外呢，伫咧湘北市坐公车自今开始上车落车拢爱录卡。还有啉烧酒赛车会当发咯，除了罚金变济，坐公车嘛会做伙罚，咱到店来了解。用速供啉饮料是民众普遍的习惯，不过为7月1号起，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百货公司、甲购物中心、连锁素食店等，未搁提供一摆用的塑胶速供，第一摆违规先劝导，若是搁违规，上悬开罚6000块。为了环境的话，就是这点是可以接受的。很方便啊，上面就是新的孔，就直接用就好了。面对新规定，业者表示专业配合，亲像麦当劳订瓜瓜都是用杯仔挂，肯德基是贴膜来啉，摩斯汉堡提供店内杯仔，另外外杯部分除了摩斯是采用 PLA 速供，其他3间是抓速供。另外7月1号就后开车修法办法也正式生效，包括提悬就后开车违规罚款，汽车初次就后开车提悬为3万到11万，机车是维持15000到9万。5年来犯第一摆是处上悬的罚款，旧测也加重处罚。但是就后开车出车祸，互人重伤或者是死亡，会将车没收，也对乘客增加就后开车共车共责的处罚规定。同车的乘客他是一并会去处罚600块到3000块的一个罚款。那当然，他有一些免责的一个乘客啦，这里包括未满18岁，或者是年满70岁。或是心智障碍。脚踏车酒后超标旧测也受罚，也有坐湘北市公车无论几大票，上车落车拢爱录卡，开车经过人行道，无让视障人士导盲犬上悬严罚7000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今日7月7日嘛是大学指定考试的日子。今年大概有49000人去报考，应届的学生报考的人数有降低，也毋过定考的考生今年加真侪，加要2成。考生家长伫传长公布南前走找考场的楼层，108学年度大学指考7月1号到3号举行。考前一天开放考生查看试场，有学生就直接踮伫教室提出模拟测验答笔练的手感。我是理组的，然后现在就是还蛮紧张这样。毕竟5选4的关系，这次指考生可能就是比较少，有就是想要考医科的，那这样竞争也会比较激烈一点。指考报名人数当年落坡，今年只剩49119人报考，也毋过主要由非应届生、中考生的个别报名，达到8296人，比去年加了1470人，增加2成左右。考生认为学长姐有指考的经验，过来参战实力是袂当小看的。升学专家推测，这会增加顶尖大学热门学系的竞争程度。就是他们多读了1年嘛，一定会比较准备比较充足。任何考试制度都这样子啊，就是说他没有考到他自己心目中想要的，他就会用下一次来拼回来。顶尖的热门校系，它的竞争为什么一直是难度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断的竞争。另外，大考中心已经取消准考证的规定，提醒考生爱记得查身份证，也是健保卡等任何一个有效证件来考试，而且禁止查智慧手环、智慧佛珠等3C 产品入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热天到位啊，嘛开始休热。今仔日天气真热，嘛可能会落西北雨。咱先来看卫星温度，因为今仔日的风向是按偏南风转向东南风，所以伫咧南部、华东地区不时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水气有较济，所以过到了后，各地拢有机会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另外，伫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真热，高温大约有32度到35度，无落雨的时会感觉真翕，所以乡亲一定爱记得加啉水。过来天气真热，气象局嘛针对台东发布柑仔式的警告，代表连续3天高温都有36度以上。高温嘛造成海水温度起悬，为着保护核电厂的放流水温度超过规定的42度，所以核电厂嘛降低运转。
30号转台上高温出现伫花莲富源，来到36度8。气象局针对温度超过36度的县市，包括双北市、桃园市、云嘉佮有花莲县，发布黄色灯号。台东县更加因为连续3天超过36度，发布甘仔色灯号。不过从周2之后，随着整个降雨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温度上的话，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出现的几率会比较低哦。不过基本上没有下雨的时候，都还是有32、33度左右。天气热，海水温度嘛上升。根据原联会网站信息，翌日抢日下昼1、2点的时阵，发电运转1度降到97%左右。因为核电厂利用海水做回循环冷却水，直接排入海洋的放流水温度袂当超过42度，所以依照定数来进行降载。最近降载大约是5%以内。它还要兼顾这个它的周遭海域的生态保护，所以在达到12度之前的41.7度之前，这个核能电厂就会主动的自动降载。菲律宾东方海面产生的热带性低气压，以逐点钟21公里往西北方向巴士海峡前进，敢会发展变成风台呢？气象局表示，目前评估生成的条件不足，机会无大，但有缘需要注意后续的发展。记者林正明、陈碧如台北报道。那咱台湾热，欧洲更较热。欧洲伫过去1礼拜，真侪城市拢创下历史高温的纪录，目前已经知影造成8个人死亡。西班牙马德里街道的告示牌显示，29号下到将近5点的气温是摄氏49度。为了避免着沙，民众加啉水。外出的时阵，尽量行伫树荫下。位伫北部的第5大城萨拉戈萨，下到3点左右的气温42度，民众欢喜耍水，成了消暑上好的娱乐。Es mucho calor, la verdad, pero la verdad que aquí hay que llevarlo como se pueda. Pues si nos tenemos que mojar y hay que seguir celebrando la fiesta. 意大利梵蒂冈气温36度，多数游客尽量莫踮伫大日头下伤久，避免脱水。上南边的旅游胜地兰佩杜萨岛，当地居民甲观光客选择伫海边耍水、游泳、晒日头，度过烧热的天气。Trying to obviously have an umbrella, drink a lot, and also do museums during the heat of the day. We're also doing the underground, the catacombs. 美国这帮海外赛来到伦敦举行，拄到今年以来上高温的一天，气温冲到摄氏33度。1976年，伦敦出现史上上高温的35.6度。因为当地棒球赛将举办的温布顿锦标赛，拢得爱晒日头，大家拢表示这一摆可能会破纪录。不过气象预测刷落来有希望降温到30度以下。法国近来传出数十件火灾，南部加尔森大约有600公顷的土地甲数十栋的厝被烧害。这也阁创下法国近来新高温纪录，摄氏45.9度。所以法国气象局发布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也成为史上出现摄氏45度以上高温的第7个欧洲国家。全国4000间的学校关起来，公园游泳池开放时间延长。法国人对2003年8月的致命烧影也阁真有记忆，当时有将近15000人无命。此外，德国、波兰、捷克的6月拢写落史上上悬的气温。气象专家将欧洲热天这波烧影归因是来自北非的巨波烧空气，极度的高温可望伫30号起消退。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龙地报啥？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卖衫的5分埔有袂少店头，因为路无够宽，无下规定，根据以来拢违规的做生意，欠到业者去定情。台北市都发局即马拍算做都市计划变更，上紧明年初会当就地合法。来看是《苹果日报》，昨昏家己市一位铁皮厝火烧，老爸有走出来，也毋过一对查某囝红烧死。消防局即马提醒讲，铁皮厝应该在2楼楼2空逃生的出口较妥当。继续来看是《联合报》，金门世界中会当看到一顶一顶的野生拿孔雀，也毋过在全金门算算差不多有2000只，这是会去影响到农作物、影响生态、影响培安。县府头真疼，即马民间有人建议讲，无来起一个孔雀园区，会当来发展观光。来看中英罢工今仔日
第12天，因为劳资双方伫禁止事后生效这一条讲白话无共识，所以即马开始休热，旅客甲旅行社是拢受到影响。有业者就估计讲，按罢工疙瘩已经踏意外，无排除要招业者出面抗议。中英航空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2天，原本劳资双方会伫拜六签团体协约结束罢工，在禁止点名做记号条款，双方意见不同，工会宣布罢工继续进行。昨天在我们进入协商会议的现场的时候，资方竟然没有提供不秋后算账的具体条文。因为工会坚持中英航空要撤回5月7日罢工危机公告，包括无法年终、无调薪水、太优惠机票等，而且无追究正正18个家己离开工作，讲是罢工的空服员的责任。按过中英航空表示无法度同意，因此协商破局。另外，工会嘛指控对18个空服员叫公司记控制一环，还有7个空服员冇向记控制。对此，中英发声明强调，18个向记控制的空服员已用3个人将紗布摕回来，家己排班登去工作。另外7个空服员是伫6月20罢工迄天接受地面举行转换教育课程。伫课程进行中离开参加罢工，公司在先暂时记控制，等未来调查才决定是毋是处罚。因为空服员继续罢工，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旅客甲旅行业者，对航班签证费各代出款项，有业者告算为罢工交大，尚无代出1亿，无排除招1000个旅行业者去街头抗议。就希望他们赶快落幕啦，对，希望赶快落幕。对，因为就是旅客在这方面会比较不方便，对，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达成共识。越来越近暑假，然后那进入到暑假之后，相关的这些后遗症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他们在这种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也并不排除走上街头。因为中英航空取消航班公布到7月12日，旅行工会呼吁13日后恢复航班。中英航空则表示，估算这礼拜维持6成稳定。下个月7月18、19将要开航的日本松山、青森航线，希望会当维持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昏伫新竹造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昨昏嘛伫新竹走基层，前黄海野党市长郭台铭是登去到伊出席的邦桥，伊对乡亲讲，伊袂晓造势，只会晓做事。6月30暗时，高雄市长韩国瑜伫新竹举办第5场的造势活动，气氛是闹热刺刺。台顶主持人更加是大火，现场人数冲破30万人。不过，也有平民媒体预估，现场只用容纳9万外人。韩国瑜伫说时阵，除了将炮火上尊中央，也强调支持伊的人拢是自愿来的。大家全部自动自发，自己掏腰包做交通工具来，就是这一个理念。希望台湾人民过得好，希望我们下一代比我们更有出息啊！舞台后壁面早就激红对手前黄海党市长郭台铭的支持者扛造势的扛棒，两个人拢无相交叉。郭台铭伫伊的妈妈甲家后的陪伴之下，来到伊出席的所在邦桥参加新北欢乐嘉年华园游会，伊也甲乡亲徛做伙，也算韩国瑜一个。我是一个政治新鲜人，我不懂政治，但我只会做事。我不会造势，但我只会做事。若无要参加党内初选，却表明宣告地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同一天是来到新竹的旗民庙参拜，争取客家票。不过，伊前脚才拄离开，韩国瑜随着到位。王金平讲，这是非常肃常的代志。每一个人都会利用这个假日呢来做各方面的造势嘛。你不能说一个人在这里造势，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再造势，没有这回事嘛。每个人选自己的嘛。两个人争取客家族群认同意味真高，离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日子愈来愈晚，每一个参选人拢火力全开，拼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台东卑南乡南清宫拜保生大帝，伊嘛连续讲2摆，讲我一定会选调，呼吁大家做伙保护咱台湾的主权。另外，针对韩国瑜批评民进党甲咱台湾的民主舞歹去，蔡英文总统嘛有做出回应。
我们从创党开始就非常的珍惜民主跟自由啊，因为毕竟我们也历经了威权的时代，我们也真的也非常的珍惜哦台湾现在所享有的这种自由民主的生活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哦一起共同来让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生活代代都可以传承下去哦。总统蔡英文表示讲，咱台湾承受中国来的威胁甲压力愈来愈大，大家拢会当看到香港的情形。咱台湾人爱有所警觉，爱保护咱台湾的民主、自由甲主权。继续来看美食外送平台，城市蜜芳 Honest Bee 欠合作的店头超过700万，嘛伫面册顶头公告讲会暂停伫咱台湾所有营运项目。受害店头即马有做自救会，因是表示讲，城市蜜芳其实无倒，所以因会继续去讨钱。美食外送平台城市蜜蜂团测债务危机，29拜六伫咧 FB 公告暂停伫台湾的所有营运项目。记者来到城市蜜蜂在台子公司办公室内面无半人，并且伫咧玻璃门顶头打广告，爱等到新加坡总公司有进一步的指示，确保台湾的营运也个款项问题得到解决，就会再一遍提供营运服务。就是停止营运的时候是没有提前通知我们的，但目前已经跟那个蜜蜂，就是蜜蜂这边有做联系上了。对，那主要的原因，他那边还是说，是为了先止血啊，主要就是说先节流，那才有办法从新加坡陆续的拨款。我们还是持续追踪，就是说他接下来继续有还款动作。受害店家自治会顶礼拜三举行记者会，即期城市蜜蜂会脱产落跑。伊当阵统计，全台湾至少286间餐饮店被欠款，金额到779万。自治会回应，目前已经联络到公司的财务经理。有10间餐饮业者得到害款，虽然所落来继续追踪所存的欠款，不过若是有被欠款的业者采取司法救济，自治会也尊重。城市蜜蜂宣布在台湾暂停营运，而且宣布呢，从7月1号开始，为了员工的安全，改成在家里办公，不用进到办公室。受害店家直前讲，伫追讨款项时阵，城市蜜蜂拢是用罐头信息回复，有一寡店家因挡袂牢，直接到办公室找人。城市蜜蜂讲，因为员工的安全考虑，才会改做伫咧厝内办公，并且讲袂落跑。员工依然伫咧工作，等待总公司的资金到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油大拿厂油个故障，小塔小尾2点钟臭毛毛，大拿埔甲红片头空气污染严重。政府有规划要宣传，当地民众即马诉求讲，爱互居民代表去做伙参加宣传委员会。中油大拿厂2支燃烧塔做伙喷火，将乌鸦照甲真光，嘛发出真大的声音。暗时9点外，民众再度因为互伊吵到心内会惊，到工厂门口表达不满。因为燃烧不完全，到一个味道出来了。幸好是昨天是吹南风，比较闻不到这个东西啊。结果并没有取得到具体的一些污染的数据。那么今天呢，我们环保局呢会再进一步的派员呢到现场去。民众表示，燃烧塔烧2点钟才结束，现场嘛有臭味。不过环保局判定，烧的只是氢气，无测到空气污染，互因感觉真奇怪。但当地空污严重，2天前政府就决定清川。今年6月5号，行政院员即同意清川案，由经济部进行，并且设置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在亚当地环保团体嘛呼吁，必须让民众参与清川委员会。在106年10月查估说，1个月以后就要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价格，我们那个房子的价格，到现在1年多也没有。这个就很奇怪了啊！不过市府表示，清川委员会是按摩港清川的做法，大丰清川有较侪法规依据，因此以专案办公室的方式进行。除了会伫咧在地收集意见、提供服务，若是依律嘛会召开电话会议。但是清川的过程做者决议，是毋是会使加入民众代表，必须由经济部来评估。记者王开川、郭建准高雄报道。台南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地点伫咧永康区。台南市政府赶紧去喷药啊，也毋过防卫着这个查甫人，最近伊也无出国，嘛无去过高雄，初步摆都是高雄的疫情摊开。清洁队将民众的厝内碰甲拢是分布结束了后，还阁将门窗关好，确保全面消灭病蚊虫。因为台南市永康区一名37岁查甫人被确诊是台南第1例本土天狗热，就决定要加强防疫，专门喷药啊。
伊活动馆是伫别个地方啊，伊是暗时那个休息尔。啊，嘛唔知会对嘛唔知啊。啊，不过我嘛是，我嘛是，第一我嘛是要知青啊，嘛是遇到政府的指示吼，4天出来知青。今命病例主要活动的范围伫台南市的东区、北区，也会到中西区运动。永康的厝大部分拢是过暝休困，因为天高的白芒堂主要是日时的活动。除了永康市府针对拄我讲的区域也扩大喷药啊，并且对中发烧的民众扩大采会，避免有稳重的病例。这一次因为病患6月22号就已经有不舒服的症状出现，第一次到医疗院所并没有做快筛。那这个部分就贻误了将近4天的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4天，他提早4天快筛，提早发现有问题，我们防疫工作会做得更加的滴水不漏。不过台南病例最近无出国，也毋捌去高雄，排除是高雄疫情扩散。高雄本身伫29号也是出现一个病例，全市累计病例达到28例，因为新病例也是伫过去疫情集中的三明区，属于团体第2波感染，市府已经进行社区紧急防治。记者综合报道。韓國外旅遊網站選擇14人一定愛去一擺的高美濕地，這個藍地是咱台灣觀光焦點之一。也毋過最近有民眾發現講，伫迄個所在竟然糞掃規大堆。管糞掃成堆看起來是真垃圾，地點都伫高美濕地的景觀橋卡。民眾翕到這款的畫面曝網，表示看到高美濕地竟然被糞掃佔據，實在是講袂過，也對國際級的觀光點形象是一大傷害。還是會有，畢竟對啊，大家公德心還是有待加強。它這個可能會影響到當地生態的環境，然後會造成污染的話，以後可能就是沒有這些魚蝦這樣子。實際登到現場，雖然糞掃已經清掉，也毋過海坪，也閣有珍貴的雲林灣草間，攏也是會當看到關下。景觀橋被北上廢棄的塑膠袋啊，甚至佇紅樹林間，也閣會當看到成堆的糞掃。民眾講，袂少人公德心實在無夠，加上亂來，結果對生態系可能造成衝擊。水利局表示，這位置清水大排出海口，加上最近大雨，糞掃都安尼堆積。民眾丟棄的垃圾，因為在海邊，然後漲潮的時候，把它卡在海邊的那個紅樹林撿起來就好了。我們有邀請那個人，那個農業局跟那個來討論，把它釐清這樣。埔網民眾不滿指出，這糞掃反映2-3個月才有人來清理，這期市府效率傷差。市府水利局表示，除了潮氣造成堆積，地點也佇濕地甲清水大排間，將佇釐清環節了後加強程度，避免衝擊生態。記者綜合報道。嘛是糞掃，這是海撈糞掃，是真濟國家頭痛的問題。沙埔、魚港、四界攏是糞掃，拼攏拼袂離。即嘛是有一陣真愛海洋的學生囡仔，因發明一台收海港糞掃的糞掃機，咱做伙來看。布伫海邊的塑膠管仔，甲美麗大海看起來真衝突。尤其伫魚港內底，海漂糞掃閣較無所在會當去。這個時陣就是這台彈道機出來時陣咯。借由那個沉水馬達製造那個潮差，然後進一步製造流場，讓垃圾可以匯集到就是那個機器的入口，然後再用扒手把它帶上來。伫基隆北島至魚港彈道機13天攏總收到68.5公斤糞掃。除了塑膠管仔佔上濟，有803件以外，底只物件甲希望什麼攏有。最多還有廚餘啦，然後甚至最可怕的還有一些就是魚類的屍體或是河豚的屍體，這樣對。那剩下的我們就會開始量它的數量、組成，還有它的大小跟它的重量。後面用蛋拿的蛋，就是希望海洋具有原本美麗色水。但團隊10位成員全部為海洋大學來的，3年來為家己打造到失敗改良。彈道機總算是今年4月下水，6月正式記錄，安個問題才都開始。大海真的是很可怕的侵蝕力，還有很多生物附着啊，一些我們之前有預測過的，但是實際放下來就是真的很可怕，還有很多油污，這些都是問題。
全台湾渔港超过200个，但到期一开始，就希望用上少的人员收集上侪粪扫，协助清理港口，嘛防止粪扫进入大海。改成遥控式的，就让它出去类似吃，把它们吃进来，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再绕回来。经过的人有的会讲热心的建议，某人会讲一寡话来考试。赶快嫁人啊，或是在办公室吹冷气就好啊。他们说是很好笑的梦想，然后我们就会说对啊，就有梦，所以最美啊。那大哥你要不要一起帮忙？失败搁再重来，团队相信解决问题过程就是一直做实验。即马统计出海洋废弃物数据，会提供海洋保育署甲地方协会做参考。嘛，希望未来有一天。但到期会当改良到免外口人，对当家己守护渔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7月初1是香港回归22周年，进前有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即马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创下新高。就有框这个了。40岁阿伦手中这本红色护照是在1997年前香港人用申请的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已经过期这要10年啊。而另外一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敢若剩半年期限。这阵伊决定放弃特区护照，要重新继续办 BNO 护照。怎么我要换 BNO 不去领现在的特区护照？因为就是我要认同我自己当时在香港出生的身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香港和过去的香港已经很不一样了。阿伦照着拥有 BNO 护照，就是希望能代表家己是香港人的身份。香港回归20多年了后，香港人对身份认同一直有无同看法。而最近在爆发反送中游行了后，更加对身份认同的选择造成冲击。香港大学调查显示，香港有53%的人自称香港人，自称中国人的有11%。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分数创下1997年以来上高，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创下回归以来上低。其实一直很不满意，就是这个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政策，有影响到香港的自由跟它的自主，所以他们越来越的觉得中国是代表一个就是专制的一个国家。学者认为，对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最近反对逃犯条例抗争，因为中共一直对政治干涉，和少年一代自身的自由甲社会民主受到威胁，而更加否定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有学者认为，香港人对身份的认同、对文化教育到这阵更加重视的是政治制度甲社会价值。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移到22周年，过去拢有升旗典礼，也毋过因为反送中运动的关系，今仔日头一摆无开放民众参加。昨昏香港靠我中国的议员嘛有举办支持警察、支持特首林郑月娥的活动，嘛有甲反送中的民众发生冲突。手提票语甲中国国旗，伫咧香港金钟天马公园大花支持警察甲特首林郑月娥的口号，也对反送中运动嘅民眾表達不滿。特別你話因咩冇槍冇彈冇乜嘢，我見到好多咧就掟磚頭，警方受到好唔公平嘅對待，所以我認為應該出嚟支持警方。就伫咧7月初1大遊行前一天，建地派議員何君堯率領真濟團體舉辦挺警察集會，真濟退休的警務人員、演藝界人士攏到場參加。大會宣稱有165000人參加，警方的數字是53000人。不過，因為這個活動地點就伫咧香港立法會邊啊，有情緒激動的民眾到立法會頭前，甲穿烏衫的反送中人士險的起衝突，警方趕緊將封鎖線繞起來，將雙方隔開，因怎安尼一直咧唱聲。香港媒体報道，也有未少記者受牽連，去互民眾潑水、潑logo牌啊、彩虹車，甚至去轟炸中國國旗。香港記者協會也伫咧活動了後發表聲明，譴責危害記者安全的行為，也請民眾保持冷靜，尊重新聞工作人員。另外，29傳出有一個女大學生，敢若是因為抗議香港
政府修订倒换条例，跋箩楼不行过往。因为警方伫咧伊跋箩楼的壁面发现死者有写买我100字翻送中的文章。30下晡，学校也举行悼念活动。This kind of things will not repeat again. Will not repeat again. I hope that this is the last case that we hear about it. It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and then we share all the pain of the family members in that class. 今仔日7月初1是香港7一主权移交22周年的日子。透早照例会伫咧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典礼，不过伫咧反送中强烈的民意反弹之下，却头一届无开放给民众。那进前号称100万人示威反送中的民间人权阵线，也将会照惯例发起大游行，估计下晡2点半出发。今年的主题是撤回恶法，林郑月娥落台，同时要求撤查6月12警方的暴力镇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将雄雄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而且伊下过两韩交界的38度线，完成川金3会。Trump 嘛正做头一个打去北韩的美国现任总统。美国总统川普先行到两韩交界38度线非军事区南韩这边地等，这时阵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赶紧行去，甲川普会面并且握手。上来，川普先跨过边界进入北韩，正做美国头一位踏上北韩土地在任总统。这是1953年7月韩战停战了后，美国甲北韩领导人头一摆伫板门店相会。上来，川普甲金正恩斗阵倒来南韩这边。A lot of really positive things are happening, and I'm glad you could be here to see it. But I would invite him right now to the White House. 两个人斗阵坐落来面对记者提问。 보여주는 만남이라고 난 긍정적으로 생각했고 또 앞으로 우리가 한한 운동에 긍정적인 영향을 미칠 수 있다고 생각했습니다. You hear the power of that voice. Nobody's heard that voice before. He doesn't do news conferences. When I put out the social media notification, if he didn't show up, the press was going to make me look very bad. 伫南韩总统文在寅引导的川普甲金正恩行入板门店南韩这边的自由之家，展开大约7点钟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了后，川普甲文在寅甲金正恩送到边界。金正恩讲，彼此随时拢会搁再见面，然后互相来讲再会。川普在登去美国进前有记者提问，进前北韩放弃核武谈判是不是有完有效？川普认为有这款的空间。I was telling Chairman Kim that actually, to me, Hanoi was a great success because we maintained our relationship. So we're going to have teams. They're going to mee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and they're going to start a proces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这场会面和各国媒体对半信半疑到确认消息差点未符的采访。川普在日本大阪G20峰会最后一天，就是离岛用推特讲想要甲金正恩来见面。北韩外务省真紧回应讲，川普提议真趣味，现年保持开放态度。而对拄开始来讲出消息，到两人握手见面，敢若过一天。双方最后唔能握手，也搁会谈。已经比川普进前所预期的，只是简单见面握手讲hello时间也加了真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个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的，咱来看家己因为阿里山林业铁路开通，茶是迄时家己的代表，甚至阁有一个合作东洋第一制裁所这个所在。经过8世纪了后，这个所在即马对外开放，咱做伙来去看阿里山林业发展的过程。进入打扫室的空间了后，就会当闻到茶头的味。这个麦被叫做东洋第一制裁所的所在，伫封印近半世纪了后，将以民主保存零距离的目标，开始正式对外开放。觉得有多一个地方，以后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一玩、走一走，然后欣赏一下木头的一些艺术品，然后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我从台北来的，因为我的论文就是写跟这边有关系，然后因为就是这边是第一次，就是对外，就是民众可以自由进来开放，那就是想要来赶快来收集第一手的内部的照片跟资料。台中人，然后来这边看这样。对对对，感觉很好，嘿啊。嘉义制裁所自1914年完工启用了后，负责处理阿里山林业铁路再上落来木材，同时唔但有全国上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带动嘉义木业的经济发展。一直到民国54年，制裁单位陆续被裁撤了后，嘉义制裁所也进入历史。嘉义制裁所100年来的神秘的地方，这里面总共有12栋历史建筑，我们已经修好7栋了。
后面还会继续的在整修。即使在这边，我们领馆住的同仁，即使住在周边的居民，不见得有看过里面。我们的古迹修复、历史建筑修复是没有距离的，是全民参与式的。处长表示，嘉义制裁所开放的前半年暂时未收费。开放的时间是拜3到拜1的早起9点到下昼5点，拜6礼拜也有早起下晝各有一場免費的導覽行程。未來也有無定期的文化藝術課程，歡迎全國的民眾來遮感受阿里山林業的文化資產。記者綜合報道。不管是田也是園，為咗要趕鳥鼠啊，也是鳥啊，噴藥啊是上緊的方法。也毋過安尼危害到環境甲作物，並可帶即馬着推廣佇田內面設麻藥的雞啊，和麻藥替農民選田，保護農作物。東部的農民佇咧農作物收成的時陣，定定有鳥啊甲鳥鼠來食，像即馬小米要收啊，鳥害就真嚴重。即馬東部佇咧推廣友善農經，即個人用菜彈加發出聲音的杆仔管仔來趕，也毋過這是需要人來遮顧，造成農民工作上的負擔。擔心是田間的，好像老鼠跟這個鳥的部分，所以變成是說我們在那邊趕，其實後面他們也會習慣。蘋果台正佇咧推廣麻藥停歇雞仔來除害。一個禮拜六第一遍到東部教農民，麻藥停歇雞仔做法真簡單，只要用5到9公尺的竹仔，各加幾支柴，用鐵線綁做三角形的片來，擱再插佇咧田的一個所在，並做麻藥類像黑志遠臨時休困的巡邏站，到處共趕鳥鼠鳥啊。霧峰那邊在五福社區的稻田有架設了5支氣架。那目前他們的回饋是都響應蠻熱烈的，農民都對於黑翅鳶進駐之後，他們都覺得當地的老鼠是有感的下降。蘋果台統計，一隻黑翅鳶一年上最當食200多隻鳥鼠，若是田內面加採幾這種麻藥停的雞仔，其因更加多暗時甲日式的麻藥類鳥啊，用一物克一物的自然生物防治方法。唔免用農藥就當防治鳥鼠、鳥啊，會讓漂邊造成污染。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新住民的假日愈來愈濟，為着鼓勵囡仔會當講媽媽的話，屏東的高樹國小就請新移民來做老師，教學生囡仔講越南話。真，我們發音好像那個像中文，我們的正的意思，但是我們四聲，所以我們念真。一邊聽一邊對咧讀，教室內的學生真認真對老師學越南語。因為台灣新住民2代人口哪來哪濟，也毋過煞無一定會曉講無親故鄉的話。就親像屏東縣的高樹國小，全校有400名學生，有2成是新住民2代。學生學母親的母語，就會當直接和外公外媽來開講。因為媽媽是越南人，所以想要學一點越南語，以後去越南的時候可以用到。大概上了3年左右，然後我越南語就是有進步，可以跟外公外婆講話。所以你這1年來，你有覺得自己越南語進步很多？有。因為新南向政策3年前正做是新住民語教材試辦學校的高樹國小，並且5時禁忌，每禮拜來幫學生上課。我來台灣已經差不多快23年了。我在越南的話就很喜歡這個教書的當老師的工作。2年前我才有這個機會，有新南向的政策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來高樹國小。未來高樹國小把計劃要甲越南語納入國際教育課程，除了增加新住民2代的發展優勢，其他學生咪當做伙來學越南語，增加國際競爭力。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將做高齡化社會了後，長期照顧政策真重要。即馬有真濟社區攏有成立關懷站，也是照顧站，和阿公阿嬤做伙食飯，目的就是要鼓勵這阿公阿嬤會當行出來，甲人互動。那段吉他，那唱歌，4大人聽甲忙，真歡喜，拍撲啊！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是阿公阿嬷逐渐来的所在，因为伫咧遮有4天到3天固定替士大人举办活动，像活动工、卡拉 OK、艺术课、健康知识的演讲等等，要让老大人的生活更加精彩。我这个年纪就是爱出来参加活动，才会快乐啦。无到厝拢，个来一直看电视、看平板。第一有开讲的机会，那还有请这专业的老师来咧工作高龄的，或者中辈的，忘记的年龄啊。感觉讲，个只老东西，老厝边做的，开讲阁真好。配合长期照顾的政策，南投民间乡新北社区2年前成立社区关怀据点，邀请当地民众做志工，提供老人关怀访视、电话请安、健康促进等等的服务。虽然有诶讲进前袂晓唱歌、袂晓跳舞吼，但是现在大家拢只要讲阮有活动啊，啥物吼，拢大家拢全力以赴。毋忙透过在地化的社区照顾，让士大人踮伫咧熟悉的环境生活，发挥社区自助、互助的功能，也让家庭照顾者有时间通好休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营有一张300岁的钟仔树要搬厝，特别拜拜为钟仔公祈福，祈求山寨顺利。这张伫咧台南市新营区新营转运站附近的老钟仔已经300岁，即马钟仔公要搬厝啊，山寨时间由市民决定。台南市政府甲镇南店以及树木保护委员会在地民众做伙烧香敬拜，替老钟仔山寨祈福。钟仔公来参拜，要来甲你移植移煞，要来甲你移煞，常常会当庇佑，互咱移煞这条成功会当圆满。农业局表示，这张老钟仔伫因当地已经300多年，是由有250年历史的镇南店管理。专家表示，这个所在地势较低，雨水有可能造成树木根部积水。老钟仔嘛因为受到花台枯掉真久，根部已经甜头甲尾。准备刷到更较好的所在。这个老龙寺呢，在咱台南市政府呢是列为保护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今仔日呢，为了要甲工程的进度呢，要甲移刷，所以今仔日请新民来做主了，请咱地方这属性呢来加持，当我这个老龙寺的遗址呢，会当真圆满成功。经过台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审查通过。当今的时间自6月9长到10月，要将根部顾好，以全树山寨到庙后壁的公园。民众烧香敬拜，嘛伫老树挂祈福卡，祈求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雾台乡的旧好地部落的石板厝历史超过600栋，文化部即马推出10年的修复计划，也毋过修复的进度真慢，因为这建材拢爱用歹的派去咧山顶，所以3年来只修理好4栋尔。屏东雾台乡卢凯族旧好地部落的石板厝超过600年的历史，文化部推出10年修复计划。也毋过要去旧好地的路，一抓就要行4到6点钟。调运系统工程嘛流标真侪解，最后敢若会使靠族人一步一步甲建材佮补给爱上山。很多的器材啊，这些工具啊，都没有办法及时的补给上来包括建筑材料那完全就是就地取材。但是就地取材也有它的限制，包括林木的砍伐这个太多的重重的法令一些障碍旧好地部落的石板厝嘛是2级的古迹，超过150栋的石板厝，3年以来敢若修理好4栋，进度是真慢。那目前也协调有关优先修复顺序的这个选择上。那目前有选择10栋当第一梯次的一个修对象。知影要安怎去石板厝的中路渐渐减少，少年的人力嘛无够。屏东县府表示讲，初期的先以培养人才做重点。我们采取的是师徒制的这样的一个重建我们重点就是要放在这个教学。雾台乡乡长杜正吉表示讲，旧好地部落总共有122户，在咧现实的状况之下，会经过部落的会议来协调，选出优先修理的石板厝。记者综合报道。
乡亲食过旺来，敢有看过旺来花？旺来花是看水的，伫南投的鹿谷就有一位旺来花园，而且品种有千外种，做伙来去。叶啊，亲像是长长的手，模样生了真古锥，色水有红色、黄色、青色，才有上千种的旺来花。伊和一般种咧土的盆栽无同，一丛一丛拢是种咧半空中。一般市面上最常见的凤梨花的话，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看到红色或黄色很大颗，然后花期很长的这种年节型的凤梨花。但其实凤梨科植物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组，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的凤梨科植物。旺来花真耐，唔免常常压水，好照顾。最近真受欢迎的空气旺来，敢若有手盘遐尼大，嘛是旺来花的其中一种。空气凤梨它相对于其他的一般市面上常见的盆栽来说的话，就要是方便管理，然后方便摆放，因为它跟一般的植物种植方式不太一样，它可以直接悬挂就好。所以说，当一些喜欢植物的人，他的平面空间运用完毕之后呢，他可以在家中阳台啊或玄关处一些可悬挂植物的地方，把空气凤梨悬挂在那里。看好旺来花观赏的价值，农民想要投入大规模的建造，对北部找到南部，发现讲南投县鹿谷乡的气候正适合种旺来花。为了一直想找说有个合适的地点，就开始从北部一直找。本来是一大片的槟榔树，慢慢的有了这样子的规模。农民伫遮种造上千种的旺来花，各种无同款的模样，等你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南投，咱来去德山。公所呢为着要互幼稚园的囡仔认捌着鹿角菇，邀请着台的研究员带囡仔去树仔骹找鹿角菇。老师的手有一只鹿角菇在爬，甲囡仔小解伊是啥物虫，拄开始囡仔拢真惊吓，感觉鹿角菇甲甲抓真成，拢闪讲毋过甲鹿角菇熟悉了后，拢感觉鹿角菇真古锥。我今天来看独角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看到独角仙，我又觉得它很像蟑螂，因为它背面还有后面很像蟑螂，而且它真的很好玩，而且一点也不可怕。独角仙长得像蟑螂，很恐怖，所以今天我体验完不怕了。南投德山镇公所为着要互幼稚园的囡仔认捌鹿角菇，就邀请台实验室研究员带因去卫生所外口的树骹观察鹿角菇，互囡仔体会大自然有偌尔神奇。现在的时节就是我们独角仙活动的日期，那我们特别请上我们台大实验林的研究人员到现场来为我们小朋友解说，让小朋友了解这个独角仙的生态，那也教他们学习分辨公跟母，然后最主要是教他们也要爱护小动物啊，达到我们教学的目的。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针对独角仙的一个简单的外部的形态，还有它的一般的生活习性来跟小朋友做介绍。那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呢，除了让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良好的生态的教育啦，生命的教育，就是我们欣赏它，但是我们不要说一定要把它带回家，或者是想要把它留在身边。逐当的5、6月是鹿角菇出现的季节，若有想要观察鹿角菇的民众，就爱趁这个机会来欣赏。不过嘛，要呼吁大家伫树仔边观察就好，千万唔通甲鹿角菇再返去厝来破坏大自然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这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伫咱台湾时间下夜要开始拍。顶礼拜还佫有啥物精彩的体育大车拼，做伙来看。富邦悍将没有办法拿下胜利，那拉米戈桃园又拿下胜利的情况之下，最终上半季的冠军就是由拉米戈桃园拿下。25暗时，中华职棒伫咧两地开拍，拉米戈桃园伫咧台南球场以5-4拍败统一赛，加上中信兄弟拍了12局，将分数又较含富邦悍将袂共，桃园将魔术数字归零，伫咧补赛礼拜总算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连续拍5季摕到季冠军，创下中华职棒的新纪录。球数2好球2坏球，这球被拉中在右半边，哇，打在foul pole，很准，但是打得也很扎实，上去了。拉米戈的朱玉贤29时对富邦的比赛，分别伫第3甲第8局2届开轰，半季22分录出新的纪录。这场比赛一直扣开灌入5分打点，半季73分打点，成做新的障碍。另外，佮讲出这个月上最的11分，一届拍破3项纪录。
英国 Harry 王子甲 Meghan 翁仔某来到休困室拜访大联盟红袜队 ，Meghan 佮和红袜队外野手 Mookie Betts 男做伙。原来两个人150年前伫咧美国阿拉巴马州有共同组成，算是关亲继海相会。这是大联盟史上头一届将例行赛刷到欧洲开拍，杨志甲红袜的世界大战拍甲正激烈，伫将近6万人伦敦第31场开放的情况之下，将伦敦系列赛2连胜起走。台湾好手王维忠在美国本土的大联盟赛事也有真好的表现。面对政治打式加开放的大谷翔平，王维忠是用骨球将大谷拍败，连续2届对决，伊拢伤大谷3胜。来美国这拿 NBA 球季才拄结束，今年一度颁奖典礼也落幕。有公路球赛 Giannis Antetokounmpo 摕到年度上价值的球员。I want to thank my amazing mom. 领奖的时，感动甲老目屎，感谢厝内底人的支持。希腊怪物本季得分、拿板助攻3项数据拢是生涯上悬，全领球队摕到全联盟上好的60项战绩，生涯头一届得奖。那网球4大满贯之一的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本礼拜就要开拍。赛前最后一个草地赛，张永然、张浩晴伫咧伊斯特曼网球赛摕到本季第3个冠军。那些数位伫咧单打甲双打拢并列伫咧竞技选手，只是女单头一轮就必须去拄到前年法国网球赛冠军拉脱维亚女将奥斯卡佩托，也是一场正恶拍的球赛。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所在的即马因甲小本所的湖转做废料，再个待伫咧新加坡南边的内海，成做全世界头一个用本所定起来的人工小岛。伫新加坡南边差不多8公里的2个离岛，西景甲石马高，看起来真清气，风景真水。其实中亚比水面高的陆地，拢是用新加坡的本所所搭起来。但年新加坡这座本所有300万栋送到这。啊，毋过无臭味、无污染，皆能看到酷奇在动物伫遮过生活。即马阁是一个生态观光景点。Water is quite clear, and the mangrove is thriving. These are all very young mangroves. They're doing very well. 去年新加坡本土民众制作要花800万栋本所，地方媒体报道，当地民众大概等13个塑胶袋啊。The waste occupies space, especially in Singapore. So through burning, it can reduce the volume by 90%. 烧过了后的火湖，为着要甲海上物流进行运输有冲突，拢用暗时送到石马高岛。伫2座天然小队中啊，围起占地3.5平方公里，6300万利用公尺的本所填埋场，目前已大一半路。官方承认，独立起落乌梅甲火湖的水是污色的，经过动物测试未伤害环境。围起来爆发差不多8公里宽，爆发外口用水仪式做一沿水袂得过保护，隔离污染。毋过一寡环保团体对这也是有疑虑。The ashes there will stay there forever, so we are not sure what comes out of it and what happens. 官方估算，以目前速度，石马高岛2035年就会满了。政府应该是找本所问题替代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个摕到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老上济岁100岁的瑜伽老师，伊一礼拜教3摆，其他日子伊就去跳舞，是软球架连少年人拢袂比的。Bend the knees in towards your nose. 将双脚烧破，然后穿服得，面拢袂红，人也袂喘。伊是经过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高龄的瑜伽老师林芝阿嬷。今年8月份，伊就满101岁咯。Again, breathe in. Feel your lungs expand outwards. 林芝阿嬷头一届接触瑜伽是伫伊7岁时阵，迄当时印度的民风真保守，伊伫咧海边看到一阵查甫囡仔咧做瑜伽，感觉足水的，就开始模仿。That's not for ladies. It's not ladylike. As really boys can do it, I can do it. 虽然阿哥甲妹，不过这并无阻挡伊学瑜伽，而且这一投入到大，就是要花100年的时间。就算讲中，伊捌动过4届髋关节的手术，不过伊也是继续咧练习瑜伽。因为练瑜伽，林芝阿嬷体力是有够好。87岁迄年，伊开始练国际标准舞蹈，舞伴拢是减伊要70岁的少年仔。看伊的活力，一点拢袂输乎伊的舞伴。2019年，佮去互邀请到美国达人秀表演。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 look at the sun and I say,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and it will be.
会人士足够跳舞也足够摇，逐礼拜佮继续教瑜伽。今年年初，印度政府颁第4级公民英语奖，连会师的勋章，予伊肯定伊对瑜伽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热天到位啊，开始休热，今仔日真热哦，嘛可能有西北风，过到了后，各地嘛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来看这一个北部温度上加27度，上悬34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是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